好啦，繼續正大消息，來看台北市長的選戰。要拼連任的市長蔣萬安，早起一透早參加到市政的會議。伊的對手沈碧榮是來公布到競選的主視角，是以順為中心，希望互卡掉咧這個台北順起來。順利的順配合英文字母 SOON， 民進黨籍的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榮公布競選的主視角，以順為中心，表達這擺參選的理念，就是要卡掉的台北順起來。台北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卡，交通卡，對不對？水溝也卡，你打1999也卡，所以台北順起來，首都有未來。為了無障礙溝通，團隊更加設計相關的口號甲手勢。如果你看這個沈碧榮，攏一直看這個競選總幹事吳思瑤，這個動作比起來嘛有淡薄仔客氣。那為什麼會卡卡的？最主要是因為前幾天在我在參與這個文森脫口秀的時候，他也有比這個北啦，好像他比完北了之後，他弄了另外一個跟台中有關的笑話，所以呢，我只要一想到那個笑話，我就會有點卡住。並市政要超越現任市長蔣萬安，兩人媒體報道量嘛摕來做比拼。依照 NCC 發布的2026年6月份電視新聞報道觀測報告，回答執行長黃仁勳報道量是第一名，台北市長蔣萬安甲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榮排佇後壁。不過蔣萬安依然是以17.84%的比例排第2名，沈碧榮是排第3名。那當然這是一個令人高興的事情，是因為過去呢，因為它是6月的數據，那6月的數據呢，我們都在提政策，我們希望我們在講市政的時候都是大家喜歡聽的。大家關注這個蔣萬安跟沈伯洋已經超越了其他的一些市政議題啊，那比較多是往這選舉啊這樣的議題來報道。要拼連任的台北市長蔣萬安今仔日攏無公開行程，透早是出席市政會議。選戰的畢竟，哪裡的參選人比聲量嘛比什麼人會當互市政更較順利。